大家好啊，又係我小江啊，今集又同大家真人實測啦 KKday 嘅宮崎一日遊。行程包括神秘嘅上色見紅野座神社、幽靈公主世界咁嘅天安河原，同埋勁有人氣嘅景點高千穗峽。今次條片啊，主要想分享呢個一日團嘅優點同埋缺點嘅。睇完今集你就知㗎啦，如果參加 KKday 一日團嘅話，去高千穗峽究竟啱唔啱你呢？如果係行動不便，又應唔應該參加一日團呢？咁就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去片！呢個團啦，要大家喺博多站度集合上車嘅，可以見到啦，唔少嘅旅行團嘅旗仔，千祈唔好搞錯啊！大家都會喺羅省呢個門口度集合嘅。旅遊巴啦就可以容納到40個人左右，成個旅程朝頭早9點去到下晝6點。導遊就國語、日文、英文都識得講嘅。不過今次嘅旅途啦，車程都比較長㗎，來回車程就要去到5個鐘頭，所以都建議大家買定啲乾糧帶上車嘅。第一站我哋嚟到上色見紅野座神社，地理位置都比較近阿蘇㗎。咁一般大家如果去阿蘇火山或者白川水源嘅話啦，都會路經嘅時候將呢度當為第一站嘅。斜坡全長400公尺嘅樓梯，如果去到頂嘅川戶岩嘅話啦，來回要成50分鐘㗎。所以如果腳骨力唔夠嘅旅客呢，建議去到中間行下參道影下相就算啦。呢度歷史悠久，無論係鳥居定係呢啲石燈籠啦，都佈滿晒青苔，為呢度加添咗2分神秘嘅氣氛啊！小江都試過冬天嘅時候嚟嘅，一片白茫茫，另有一番感受啊！雖然拍攝當日啦就陽光普照，但係實際上啦呢度係以陰森好似妖怪森林而聞名嘅。嚟到呢個神社就不得不提一個動漫古仔啦。動漫《螢火之心》嗱，故事啦就講一個少女同一個妖怪少年嘅愛情故事嚟嘅。佢哋喺一個森林裏邊相遇啦，但就唔可以有身體接觸。據講作者啦都係呢個神社度攞到靈感嘅咋。至於動漫嘅結局，我就交翻俾大家去睇啦。洗滌下小江嘅邪惡心靈先。沿途啦，其實都有唔少樓梯㗎，但係就唔算太難行嘅。一路向上行嘅話，就可以去到第2個鳥居㗎啦。吊起上面嘅叫做駐蓮繩，咁嘅驅魔之餘啦，仲係一個打卡位嚟嘅，感覺啦就好似通往異世界一個入口咁㗎。哎呀，幾經辛苦，終於爬到上嚟啦！阿導遊就話呢度求姻緣同埋求呢個商業係好靈嘅，我咪應該都求翻個呢。頭先都講過啦，來回山頂啦都需要幾多時間㗎，特別係參加一日團就更加唔可以遲到上車啦。所以如果你想上到去山頂嘅話呢，你就要急步咁行。又係日本人嘅細心時候啦，喺啲斜路好辛苦行嘅地方會擺碌竹喺度，等啲人可以行上去。不過我而家成手都係啲相機啊、個人禮嗰啲，我就唔拎啦，下次先。到啦我哋。呢個地方叫做川戶岩，係一個大風穴貫穿晒成個巨大嘅岩山嘅。呢度嘅人呢，就相信係以前一個叫做鬼白嘅法師喺走難嘅時候呢，就一下打穿咗佢嘅，象徵住無論有咩困難嘅目標都好，都可以達成啊，有保佑合格同埋必勝嘅意思嘅。咁喺呢度岩石最底嘅底部啦，就見到好明顯會潮濕啲啦，跟住上面會滴水啦，跟住下邊呢，你會見到有啲人專登就用一嚿石頭搭住另一嚿石頭咁樣嘅。至於點解要咁做呢？係因為象徵到此一遊嘅人啦，可以幫手形成一座山，同時啦亦都有祈福咁嘅意思㗎。睇完就快啲落山翻上車啦！景點停留嘅時間啦，就係得45分鐘左右嘅啫，所以如果你要上山頂嘅話啦，你就行快啲啦。作為旅程嘅第一站，觀賞方面呢，的確係唔錯嘅，但係記得要食飽先上山啊！翻上巴士之前呢，亦都可以去個洗手間先嘅。又過咗1個鐘頭啦，嚟到第2個景點天安河原。呢一個景點啦，我就覺得比較適合年輕一輩啦，因為要行一段比較長嘅路㗎，期間啦亦都有山路或者一啲梯級。如果你要帶埋老人家嚟嘅話啦，可能就要跳過呢個景點啦。成個行程都簡單嘅，跟住導遊大約行30分鐘左右啦，中間啦就會經過一個神社嘅。神社啦，的確充滿咗呢個神秘氣息啊！如果你中意參觀文物或者收藏呢個玉珠印嘅話啦，呢個地方的確會啱你㗎。由於時間都非常緊張啦，我同肥妹都要分頭行事，先可以影晒呢個天岩戶神社啦、西本宮同埋呢個天安河原宮嘅。
西本宮雖然面積就唔算大啦，但係夠晒嚴肅感啊！如果咁啱呢度係有祭典嘅話啦，你仲可以睇埋呢個跳舞嘅表演添。喺入口呢個地方有唔少手信鋪頭啦，或者餐廳嘅。但係如果你係參加 KKday 一日遊嘅話，我就唔建議你喺餐廳裏面食正餐啦，因為絕對啦就唔夠時間㗎。我哋參加嗰一日啦，仲每人送咗一份雪糕俾我哋食添。這個是免費的。點解要講普通話？啊，そうですね。これは無料です。肥妹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快啲帶大家去睇風景啊！呢度嘅山景啦，看似就冇乜特別，同香港嘅郊野公園就差唔多。但如果堅持去到最底嘅話，就可以見到一個好靚嘅河川㗎啦。係咪好靚呢？不過仲未完嘅喎，其實可以再行得入啲㗎。呢一個山林嘅背景最啱啦，就影翻張打卡相啦。言歸正傳，呢度啦先至係天安河原嘅焦點。日本神話裏邊啦，就係所有神開會嘅傳說地方。相傳咧，日本嘅太陽神曾經匿喺呢個山窿裏邊嘅，成個世界都變到漆黑一片，要其他神啦跳舞先可以引翻呢個天照大神出嚟嘅。神話嘅事就信不信由你啦，我淨係嚟睇風景嘅啫。呢個咁巨型嘅天然岩洞啦，空間夠晒寬闊，長年累月啦都好似冇陽光照到嘅感覺。呢個山窿有需要跳舞先引到佢出嚟咩？好淺嘅。小江聽故就唔好博估啦，翻上山，我哋就出發去下一個景點啦。之後我哋嚟到今次主要嘅景點高千穗峽谷。不過去到之前啦，都要行一段山路㗎，大概行20分鐘左右先到。沿途啦都 feel 到大家已經好興奮、好期待啦。經歷重重難關，我哋終於嚟到啦！坐成3個幾鐘頭巴士就係為咗呢個風景嘅咋。唔同季節嚟啦，都有唔同嘅景色嘅。高千穗峽谷啦，就係由於亞蘇山嘅火山活動而形成嘅。峽谷嘅兩邊有成80至100米高，連綿7公里咁長。最大特色啦，就係大家會喺度租隻木筏喺峽谷之間度撐下艇仔，但係啦就要自己喺網上預約嘅。如果參加一日團嘅話，就比較難控制時間，所以啦，淨係可以好似我咁喺橋上面望㗎咋。如果真係成功預約嘅話，就建議你帶多套衫啦，因為其實撐艇仔啦，好容易就整濕自己㗎。我哋真正嚟到峽谷嘅時間啦，大概就下晝2點50分，但係集合離開啦就下晝嘅3點半，所以得40分鐘時間，又要影相，又要買手信。講真啦，時間的確唔係好夠㗎咋。如果你肚餓嘅話，現場啦都有餐廳嘅，有麵類，亦都有定食，亦都有雪糕。但由於時間緊迫啦，最終我哋都係飲杯咖啡，食件三文治就算啦。成個旅程相對啦就比較匆忙一啲，有少少走馬看花嘅感覺啦。但若果你淨係得自己一個人，屬於到此一遊打卡型嘅旅客嘅話啦，或者你對自駕遊包車都覺得太貴，建議啦你就可以參加呢個團啦。過程之中導遊都好體貼嘅，到步之前啦會用唔同嘅語言去講解啦，幾乎有問必答，掌握時間都好好，知道大家遊覽嘅時間唔會太多，就係咁提醒大家可以沿途食一啲輕食就算啦，可以把握更多時間去玩啊，去遊覽。全部行程結束之後啦，返到博多大概6點半左右，距離商場閂門啦，至少仲有2個鐘頭。咁大家啦就可以繼續行下街啦，食下晚飯。整體嚟講，因為我自己就慣咗揸車啦，所以坐長途車一時我自己都唔係好慣。如果下次要再嚟高千穗嘅話，我建議大家可以喺黑川啊或者阿蘇、由布院呢啲地方住咗一晚先，之後再出發過去宮崎嘅話啦，其實會比較方便㗎，又未至於會太攰、太趕時間。如果大家想參加今次 KKday 一日遊嘅話，你就喺下邊嘅 information box click 翻條 link 去參加宮崎一日團嘅套餐㗎啦。費用方面介乎600至300蚊港紙左右啦，視乎出發嘅日子而定。Too many days in the darkness, without a glimpse of the light.
running tired and broken and scared, but I swear I'll never give up the fight. I see you broken and beat, head pulled down over your eyes. 今集時間有夠啦，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記得撳埋隔離嘅鈴鈴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你就可以成為下一條片最新收睇嘅觀眾噶啦。我係身在福岡不知福嘅小江，我哋下次見啦，拜拜。Wide awake, smiling still in my bed. The running scenes of last night through my head. I found myself in your home, said hello.